巴田羽衣技师过身83周年追思纪念会，8日伫乌山头水库来举行。赖清德为过去担任市长、行政院长、副总统到现在总统，连续15天出席追思纪念会，表达台湾人民对着巴田羽衣的感谢。今年虽然是第83年的纪念活动，我们对巴田羽衣技师的感恩，没有因为时间拉长，感恩就变少。以今年台日总共有500多人出席来看，表示我们对巴田羽衣技师的感念，时间越久，我们越是感激。市长王伟特表示，巴田技师建造乌山头水库水，不只灌溉广大农产品，也灌溉了台日之间友谊。王伟特也提出巴田岁月纪念币，要来送给现场的日本朋友，希望这一代友谊会当延续到后一代。它的水库灌溉出来的农业以及农产品，也要让更多这一代的友谊能够延续到下一代。这个米，我相信也致赠给今天莅临的所有台湾跟日本的贵宾。巴田羽衣的子孙巴田秀一表示，感谢赖总统为担任市长任内，至今已经连续15天参加追思会，让伊非常的感动。龙水树表示，嘉南大圳甲乌山头水库工程，伫咧1930年完工启用后，成功将原本贫瘠的嘉南平原转变为丰饶土地，为农民带来生计改善，也促进了农业、商业、工业，甚至是科技的发展。深远影响了台湾现代化进程。台湾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